有一半將近退休嘅澳洲人呢，就擔心兩件事。邊兩件事呢？4月13號有報道呢，話呢一個有一半接近退休嘅澳洲人擔心係兩件事。第一件事呢，佢哋擔心嗰條命長過佢個現金流，即係換句說話嚟講，佢哋擔心退休之後可能好快用晒啲錢，嗰個現金流唔夠俾佢哋退休。第二件事，點解佢哋會咁樣擔心呢？係因為差唔多一半準備退休嘅人驚話自己唔夠喺投資上邊認知或者知識去好好打理自己啲銀紙，就因為佢哋覺得佢哋認知打理銀紙唔夠，所以佢哋驚將來嘅現金流唔夠充分俾佢哋去退休。其實點解我會講呢個話題呢？其實每一個國家都面臨呢個問題，我哋都面臨呢個問題。究竟投資你哋有冇諗過個目的係乜嘢呢？如果你哋大家目的係投資俾自己將來退休嘅話，我就覺得應該就唔好睇短期上嘅大波動上上落落啊，有啲咩金融嘅頭條新聞啊就去反應，要控制一下自己嘅情緒同埋個反應，因為係睇長時間嘅。既然係睇長時間呢，中間而家呢段我哋叫做 noise 呢啲噪音呢啲新聞呢，可以忽略。我嘅意思就係話，我建議大家呢都係要建立一個好嘅投資組合，而個投資組合呢係中長期視，將來係足夠俾我哋大家退休嘅人士可以有足夠嘅現金流去退休嘅。